聖經學院嘅聖經普及課程，每星期用2小時上堂，4年之後就可以讀完成本聖經。課程唔設考試，完成4年嘅課程之後，出席率達標就會得到出席證書。普及課程採用嘅係4年循環制，每一年都會接觸到舊約同埋新約唔同嘅經卷，仲會認識聖經時代嘅歷史同埋文化、聖經嘅神學、靈修等等。每個單元嘅課堂會係2晚至4晚，而比較重要嘅經卷，例如福音，每一本都會上6晚。教友報名嘅時候可以選擇實體課或者透過 Zoom 上網課。實體班逢星期2晚7點至9點鐘上堂，網上班嘅學員如果唔能夠實時上堂，仲可以喺課堂舉行之後嘅1個星期之內重溫課堂嘅錄影檔。如果唔想修讀整個課程，亦都可以按自己嘅興趣或者需要參加網上單元班，自己選擇個別嘅單元。嚟緊呢1年，我哋會開辦右邊呢啲嘅單元。有意查詢普及課程嘅詳情，可以掃描 QR Code 到聖經學院嘅網站瀏覽，或者直接聯絡我哋。